周深痛失中国好声音冠军后的这3大神级现场，仿佛每一首都是唱给内因听的。别告诉我你没听过最后一首。你跟别人吃香油喝辣去，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第一首算你好，要知道这首歌在当时可是差点把龙一给逼疯，尤其是当周深戏腔出来的那刻，我就知道内因输定了。第二首烟花易冷。秋谷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人手着不成。这首歌是在周深被内因婉拒后，周深站上央视舞台时所唱的一首歌，但唯独可惜的是周深没把说唱加进去。第3首如愿，虽然有很多人都说不管是谁来了都无法超越王菲，但周深这版的却另有深意。而我将梦里所梦的团圆。